常感谢你的眼睛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当然非常感谢你继续眼睛锁定我们精彩的。8点打给我。好的，今天呢，署名要首张个人创作专辑要即将问世，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扣音进来。再一次提醒我们的扣音专线0226339989，不要打署名的手机好吗？原住民的朋友要说8点打给我，署名出击很会。署名真的很会，因为他年纪轻轻，他就开始用族语来创作自己的专辑。非但如此。其实，在做族语创作的时候，署名其实我们两个差不多，就是说我们的母语其实也是后来努力在迎头赶上，对不对？在努力在学的过程，可是去创作的难度其实很高。对，就是你除了要会用语言你要讲的流利之外，你还要在创作过程就是那个音乐，要找它的音乐性跟音节等等的，跟它的口气，对不对？像你在专辑当中，你有很多的歌曲，其实也包含了电音啊，你尝试用很多不同的风格来创作，对不对？就是可能用这个当下，因为音乐是一种沟通的语言，对，然后音乐的风格可能就是这个时代大家会喜欢的一种风格。我用创作方式把那样的音乐风格当做我的一个媒介，然后来创作，然后把族语放到里面。对，可是吉他还是你自然喜欢的啦，对不对？你觉得一个人可以带着吉他去自由，这也是你创作最重要的工具。虽然你有尝试用电音啊，有没有用这种那种非常重节奏，还有尝试用 rap， 对不对？以前我们早期听到 rap 的时候，其实是听到巴奈19。对，可是那时候不会，第一次，对不对？对，那不太会。我们可以再听一下，我好怀念啊！虽然这首歌有没有收录在其他的地方，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应该讲说大家第一次听到，而且巴奈19这首歌要讲一下，曾经得过入围过，应该得过那个中华音乐协会年度10大单曲。是不是很会？唱一下巴奈19，然后中间有一段阿美语的 rap 版，好听一下。阳光在，你照了进来，一种释怀，把世界带。我的翅膀那阿哥有英文那能啊阿妈的呀高丽那在爱巴卡比鲁古林森林拉达的比萨兰古那个因阿嘎杜嘎杜妈咪。掌声！我真的觉得，对，我个人认为，其实署名算是在台湾的歌坛当中的创作歌手当中，是阿洛最喜欢的之一。这厉害有没有？用那时候还没有听到有人用 rap 的时候，你就早就用了，是否？原住民方面厉害，而且用族语。署名现在线上很多人的口音，我们先接一下哈。台北第一通是卢凯族呢，阿英小姐在线上，阿英，喂。阿英啊，喂，阿英，请你认真的听电话，电视要关小声哦。Hello， 嘿，阿英，电视要关小声，嘟。好，通关预备，来。我们每天都要教原住民怎么扣音，有没有？阿英，喂，好，通关预备，起，8点打给我。8点打给我，署名书籍很会。好，等一下，阿英，你要把你的电视关掉，好不好？专心听电话，我们会有泪格，你懂吗？好，乖，好不好？来，好，有听到吗？听到了。这样有没有比较没有泪格的感觉了？有没有？没有。好，对，你这样表现得很好哦，后面的要追上就是这样子哦。阿英来，你是第一通对啊。当然你认识署名很久了哈。很久了。很喜欢他哈。很喜欢。你知道他要发一张族语专辑？我知道啊。真的你会唱他的歌吗？阿英？我不会。真的，可是你很喜欢，即便你听不太懂阿美语。对，他自己打电话给我的。我跟他说的。对，署名真的很心机，第一通就你为什么那么容易破梗哈？阿英，你不要破他的梗啊！好，不管怎么样，阿英，你觉得署名他这张族语专辑，你给他什么样的期待？什么期待哦？请问阿英是我们的好朋友梁文音吗？你反应好慢哦，阿洛姐。我想说怎么那么笨的原住民那个配合方面，有时候这个不
么？哎，马上有小英啊！我说小英，以后麻烦你上过很多次8点，你有时候那个声音的方面。对不起，对不起。哎，重点是梁文音不会唱你的歌哎，什么？不会。我会唱卢凯的叫啦。真的吗？真的，哎，你不是要帮我写歌，你写到哪里去了？好的，还如果署名写那个阿美语的歌，你可以唱吗？他真的很爱骗人呢。我会写歌，我已经写很多了。真的很爱骗人。哎，我觉得你还没有写半首。有了，写好了。真的吗？你要输入按 Enter， 你忘记按了。哎，署名已经帮你写好，你要不要听他唱？啊，真的假的？有抒情歌。你看，我跟你讲，署名很会帮小姐写歌，他都不帮男生写。重点是我觉得他很优秀啊，就是恭喜他。有没有？我们也不会唱。摩托罗拉。为什么是日文呢？署名？没有，我一直以为住在山上的很像日本人。哎，如果他用卢凯族语写给你的话，你会不会吓死？我觉得我很期待，也可以唱母语耶，因为我其实还蛮羡慕署名的。真的吗？对啊，他可以将部落的文化发扬光大，是一件很难得的事。真的，其实我很期待，因为文艺现在很年轻，他现在先冲刺，有没有？但是我觉得他大概在几年之后，他一定会发一张卢凯专辑。要不要？我们就演那个原住民的偶像剧。我们演原住民的偶像剧，就阿美语跟卢凯族对话这样子，他超难对，怎么对？文艺你来给署名来打气一下，来鼓励他一下。那个我忘记他那个发片的表演是什么时候？这个礼拜6啦哦。重点是我要问，我们的感情真的不好。没有，文艺我们经常保持联络一下。他上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好像是我精神不济的时候。真的，你怎样精神不济啊？你最近也太忙了，对不对？可能是他最近很忙，对。所以是这个礼拜6号文音。这个礼拜6好，有空我一定会过去。所以原住民的朋友互相支持，对不对？对啊，加油啊，加油！对，文音我们也祝福你健康，好吗？平安。我们会开灯给卢凯族一道光。对，我们一定要祝福一下文音，因为文音他现在表现越来越好。谢谢文音，上帝祝福你，署名。对，愿你平安，平安。